喂，你睇而家晚上10點幾啊，我先去飲茶水先啦，品鑑水先啊，睇到埋水先，水先，等多陣，等多陣，而家83度啦，嚟睇到滾水，哦，浸一浸，倒水嚇，倒水。嚟再入水，哦啲蒸氣，捐出50萬支持大埔文福苑事故愛心活動，有請大會司儀歐永權先生代表致送支票，由伍儀副主席代表接受。好飲啊！